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引带阮对年头到伫现主时的教会。上帝，你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阮的国家拄着上介大的挑战，无论是欠水、欠电，包括新冠肺炎的影响。上帝，你的听一直无离开阮。祝你看顾阮大家，拢通有平安。特别看顾阮遮的士大甲士小，大家人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听内底来得到保守。阮献上感谢，也感谢上帝，你通互阮进入到伫9月份的时阵。阮看见着阮的圣歌队，包括伫今仔日阮的主日学，也陆续拢转来到伫教会。天父上帝，阮求你来帮赞，互阮的教会是奉主你的名所设立的淡水教会，会当一步一步来恢复正常的聚会，互兄弟姊妹的心灵拢得到上帝你的帮赞，也特别看顾台湾。伫即2天，阮又搁听见着有疫情的影响，互阮的心又搁开始沉重。但是阮知主你是阮的救主，你是阮台湾的救主。愿上帝你亲自帮赞，会当互阮的兄弟姊妹拢平平得到上帝你的保守，会当伫生活中间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通互阮美伫上帝你的实果的下面。拢通得到平安。但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也愿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9月份的第1主日，时间咧过真紧，嘛代表讲接续咱就准备要过中秋。那以咱华人的文化，中秋一过，嘛代表这个年准备要来结束。所以咱回顾伫这1年来，虽然咱有一半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影响，地教互咱的生活无法度亲像较早共款，会当遐尼顺遂甲正常。但是咱爱感谢上帝，上帝保守咱平安。所以今仔日圣歌队，包括伫宣教中心，咱的主日学陆续拢已经转来。咱是毋是嘛拍扑克来感谢咱的上帝？感谢主。我毋望讲，伫这段时间内底，咱大家会当共同来持守伫信仰的内底，会当互咱虽然有艰苦，心有逼迫，但是我靠主的确来成做咱的帮助。伫今仔日，咱要通过马可福音书第7章24节到37节的经文，咱要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今仔日的经文，咱通看见着耶稣伊到伫外邦的所在，所以拄则若望即书所带咱共读的圣经中间，一开始就甲咱讲，耶稣去到伫推罗甲西顿的交界，所以耶稣到伫即个外邦的所在，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因为照理讲，耶稣应该拢伫犹太地区咧做伊的事工，却是今仔日咱看见着耶稣到伫推罗甲西顿的所在。咱若照旧约的记载，对创世纪一直到伫先知书，推罗甲西顿，这个所在拢是所谓无信上帝的人的所在。所以因为安尼，这个城市虽然真不无
经济真好，却是遮个人对着信用是面对着其他的生命，也就是巴力。所以今仔这个圣经中间，咱一开始要来看，会当互咱大家知影的，就是讲，伫马可福音书的耶稣，伊照着伊的工作甲侍奉，伊要来启示伊的身份。耶稣有啥物身份？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上帝国的君王。所以咱一开始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请帮我来投下一张，好，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来看台语的所在，咱今仔日的金句伫马可福音书第7章37节，咱连续来读两遍，好，连续来读两遍，三来，伊所做拢是好，互臭耳的听见，下教的讲话。好，再来一遍哦，三来，伊所做拢是好，互臭耳人的听见，下教的讲话。好，来下一章，好，华语的我们也一起念2次，好，三请，他所做的事都好极了，他甚至叫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好，再一次哦，三来，他所做的事都好极了。他甚至叫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所以伫今仔日，耶稣伫外邦的所在，伫遮来服侍。伫拄则牧师一开始就甲咱大家来报告，耶稣到伫推罗甲西顿的这个所在。所以咱先来看第一阶段24节到第30节，耶稣伫这个推罗的所在，咱看起到这个故事的记载内底，有一位妇人人的祖囝，叫贵妇新。伫马可福音书的中间，咱通看起到讲，若叫贵妇新，这个贵是一个垃圾、歹哥，甚至是互来违背上帝创造的一款的邪神。所以伫即中间，咱通看起就讲，这个妇人人来找耶稣。耶稣到伫外邦的所在，这个外邦的妇人人来找耶稣，希望耶稣会当来为着伊的祖囝来赶鬼。所以咱会当看起就讲，连外邦人都知影讲耶稣的所做。总是咱倒来看推罗的这个所在内底。拄则一开始有讲，对创世纪一直到伫以西结书，这个所在一直是互圣经来看作是一个外邦的所在，包括伫先知书以西结的记载内底讲起着当时的王，伊自认讲伊就是神啊，伊上介大，所以伊认为讲伊是坐伫神明的座位顶面。所以咱会当看起就讲，当时的王是非常的骄傲，把家己当作是偶像，安尼来互人来崇拜。所以伫先知书的信息中间，会当看起就讲，推罗这个所在是互上帝所咒诅。但是咱看起就讲，这个妇人人为着要救伊细汉查某囝，伫即中间来救耶稣，救耶稣，甲这个细汉祖囝身上的鬼来甲伊赶出来。哇！这段圣经内底上介经典，嘛是阮咧读神学院，包括现主是要解说这段圣经上介挑战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应这个妇人人讲，要互囡仔大声食饱，因为摕囡仔的饼献互狗是毋好。哇！我会记得我青少年团契的时阵，读到这段经文，我感觉讲，吼，耶稣讲话真赖啊！耶稣共讲伊是狗。我相信，包括咱一般咧看遮个圣经的时阵，特别耶稣咧讲即句话，咱拢有足侪疑问：为什么耶稣会来讲起着外邦人是狗即款的譬喻？所以，咱等下到伫圣经的原文来看的时阵，会发现着讲。原来这个狗，毋是一般咱所谓的野狗，
毋是。耶稣咧讲的即个狗，是咧指讲伫厝所饲即款的宠物啊，对伫主人边仔即种狗。所以今仔日耶稣讲，先摕饼互囡仔食，然后甲互即个倒骹的狗食。迄个意思就是咧提醒上帝的救恩应该是先互犹太人，然后才互外邦人。意思就是讲，今仔日伫一个家庭的中间，应该是桌顶的主人先食饭，然后若有即个饼油，或者是讲有剩的，还互倒骹的狗仔食。这是咧讲起着一个次序顺序的一个关系。所以伫耶稣的观念，包括到伫保罗批信，特别是罗马人书，嘛拢讲起着福音先互犹太人，然后才互外邦人。耶稣认为讲，伊讲即句话，会当甲即个负责人安尼小可安尼，互伊知难而退。但是无想到讲，即个负责人，伊既然来应耶稣讲，主啊，是啦，总是倒骹的狗嘛食细囝的饼油。哇！对耶稣来讲，伊感觉感受到即个负责人的信心。伊无因为耶稣讲外邦人是狗来论的，嘛无因为救恩先到伫犹太人伊来倒摕，等到即个负责人的信心，互耶稣的神迹利用到伫外邦，特别是即个细汉祖囝的身上。所以咱看见着讲，即个负责人，敢若伫耶稣的面头前做一个信用告别，讲是啦，主，敢若安尼，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伫因的家己。总是对31节到37节，咱通看见着讲，耶稣医好臭耳人的，甲挂纸巾的。这个臭耳意思就是无听到。挂纸巾，那用咱即马大家较听较有的意思，就是大字啊，口字，讲话袂顺。所以今仔日即个人去互人带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耶稣甲伊换手，然后耶稣都伸伊的手指头伸入去到伫伊伤病的耳孔，然后都配烂来蒙伊的指。这个动作是一个医治的动作。嘛是伫古早时代伫圣经迄个背景的社会中间，一个真要紧动作的一个医治的表现。总是伫今仔即个经文内底，咱看见就讲耶稣做这个动作了后，互即个人的耳孔开，互即个指开。这对着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事，因为耳孔无听到，代表福音无才调入去到伫伊的耳仔内底，伊的指大指无法度讲话，代表无法度去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通看见着讲，今仔日的圣经来甲咱讲起着，即个人受医治了后，耶稣甲交代，你毋通四界讲。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奥秘，因为耶稣无认为讲现主是伊的身份爱遮尔早来显露出来。但是咱通看见着讲，即个受医治的人，伊毋敢若四界报扬，而且到世界共讲，伊所做的拢是好。各位兄弟姊妹，伫整个的圣经，特别伫马可福音书第7章第1节到伫今仔日的37节，我想如果咱回去有时间，咱来看马可福音书第7章的时阵，咱会当看见到一个真趣味的事，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之间，因怎样去面对着上帝的救恩。马可福音书第7章，如果你手头有圣经，会当看见着讲，一开始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为着要持守古早人的流传，互耶稣来指责讲，恁是假好的人。法利
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互耶稣来指责讲，因是假好的人。什么叫做假好？啊，手头有华语的圣经，假好的意思就是假冒为善。那如果伫信仰的解说中间，就是干那要证明家己是有偌优秀，所以这经学教师啊，伫过去伫因的传统的观念中间，就是因为祖先无遵守上帝的话，所以祖先面临着灭国这款真艰苦的经验。所以当因倒来到伫家己国家的时阵，因认为讲哦，我着爱持守上帝的律法。所以真要紧，古早人的流传爱持守起来，安尼才袂去互上帝处罚。所以即群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过头用着外在的形式和行为，要去证明讲家己是偌尼好、偌尼优秀，这才是正港的犹太人。但是如果咱若去探讨整个伫福音书的中间，遮法利赛人的行为内底，咱通看起着讲，即款用着自我做中心的状态，以自我为中心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骄傲，他们拒绝了耶稣是弥赛亚的事实。法利赛人因的骄傲来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事实。但是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哦，今仔日的经文，富人人的信心，耶稣医好臭耳甲大舌的人，这群外邦人甲犹太人的态度是无同款。今仔日的圣经内底有一个重点，牧师希望咱大家记好。这个外邦人因对耶稣是偌尼迫切，而且因是肯定耶稣的所做。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互咱去思考，为什么上帝救恩会临到伫外邦？坦白讲，上帝的主权，就亲像耶稣讲的：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咱唔免去探讨讲犹太人较好，还是外邦人较好。但是徛伫圣经的解说中间，咱嘛爱清楚知影，上帝往往会透过外邦人来成做工具，来成做管家。通过安尼，咱通看见着犹太人甲上帝的救恩撒开，甚至拒绝。所以外邦人的信心，咱通看见着因的性命对自我做中心，来转变成做是以上帝做中心，然后伫这中间来经历着上帝的喜乐。所以伫今仔日个重点内底，咱看见着讲，咱的信心敢有比外邦人较大？信心伫圣经中间，互咱去思考，这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人若对上帝无信，那安尼，这个罪伫咱的生命中间，就会愈来愈大。意思就是，这个破空会愈来愈大。所以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若往较头前来看，7章的23节，7章23节，白话字圣经讲：既若遮的歹，拢是对内面出，那安尼嘛会捏垃圾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讲，今仔日犹太人唔通看外邦人是垃圾。恁唔通认为讲，因为因甲咱无共款的垃圾。事实上，耶稣咧讲迄个垃圾，是因为咱的心有歹的念头。这个歹的念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有。但是，更较要紧的是，这个信心敢有法度对你的心中来发出，
会当互你的心思意念来甲上帝连接起来。罪会影响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嘛，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遥远。所以，拄则咱有看，犹太人要证明家己有偌好，因顺服伫古早人的流传，但是因袂记即爱顺服的、爱相信的是上帝。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圣经，外邦人的信心，互上帝的救恩临到伫因，互因甲上帝的关系无有偏离。所以咱通看见就讲，伫今仔日马可福音书的耶稣，照着伊的工作甲侍奉来启示伊的身份的时阵，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内底，帮助咱定心来思考。咱敢有因为基督的信仰，来感受到咱家己真有优越感？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因为是基督徒，所以我的身份特别的有优越感？在台湾的社会，有真多元的文化，所以在宗教层面有真多无同款的形式，在咱的生活中来表现出来。但是，唔知影对当时开始，教会开始伫社会的中间表现出家己的优越感。教会在社会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用攻击甲批评来诉求其他的宗教甲文化是负面甲邪恶。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在这段时间，咱咧防疫的过程内底，其实对于全世界的教会拢拄着这款的问题，就是伫教会内底有人会来安尼讲，注疫苗是唔对。嘛有人讲注疫苗，教会鼓吹人去注疫苗是上帝无意爱，这是甲撒旦徛斗阵。其实这款的言论对旧年伫美国的教会就开始有人开始传这种的消息，伫台湾最近真侪人有咧传这款的言论，意思就是讲唔通去注疫苗，意思就是讲你若去注疫苗，魔鬼伫你的心上做记号。各位兄弟姊妹，牧师爱邀请咱做基督徒，爱有头壳去思考，思考啥？社会咧看教会的时阵，人会问：今仔日教会咧传这款的消息，到底恁传的福音是什么款的福音？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爱有思考的态度去面对着这款未使教会伫社会有这款的优越感。那亲像讲，真侪人用这款的行为要来表现讲，我是真信上帝。但是牧师爱提醒咱，这个行为拢是表示信心无在伫上帝，是要证明家己
是偌尔优秀。各位兄弟姊妹，我想咱伫教会中间，咱爱做清楚，咱毋是因为这个信仰来有优越感，咱是因为耶稣，咱的性命会当有优秀。上帝的救恩要互什么人，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圣经互咱看见着外邦人对着耶稣迄款的迫切、迄款的认同，这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做伙来学习。特别咱的教会准备要150周年，牧师真鼓励咱。即摆若出去，大家拢讲咱是北台湾第一间教会。大家听了嘛，感觉讲我真优越，我伫这间教会聚会足优越。但是，咱嘛毋通因为安尼来停止对信仰的追求，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有自深有自浅的，大家人互相伫相敬。大家人做伙伫自责的中间来领受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临到伫自深的会友，嘛临到伫自浅的会友。咱上界惊的是啥？上界惊伫教会内底，咱所信仰的毋是耶稣啦。咱煞将人高举起来，咱煞将团体高举起来，然后去强调某一种的传统，来造成个人甲团体优越感。各位兄弟，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咧提醒咱的优越，毋是建立伫个人甲团体，更较要紧的是咱爱承认甲宣告。我因为耶稣，所以我真优秀。伫咱的生命中间，因为耶稣，咱的生命才有意义；因为耶稣，咱的信心才有意义，会当领受上帝的救恩。感谢主，今仔日的信息甲咱讲，明日只有信靠主。通过信靠主，互咱知耶稣达得咱迫切追求。通过信靠主，互咱知耶稣达得咱热心去宣扬伊的所做，因为咱的信心要透过耶稣来经历着上帝水的救恩临到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带领，会当互阮知影。阮的信心需要倚靠上帝，嘛恳求主，你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专心来倚靠主，将阮心中一直要证明家己，或者是家己的优越感，会当有信心伫这中间来甲阮转变。互阮会当倚靠主来证明阮真优秀，会当互阮倚靠主来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但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你的手中，也看顾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当因为耶稣来得到快乐，会当互阮就亲像今仔日外邦的妇人人，甲这个臭耳大姊的兄弟共款，得到救赎，互福音进入到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四过报扬耶稣基督的疼。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